袁师兄，红粉太子就交给你了。众弟子听令，不见阵，诛杀飞天夜叉。是。有点意思。袁剑空啊，这里的小朋友太吵了，施展不开，你随我来呀。剑道之道，全凭不神，炼神道，剑神合一。剑道之道，全人凭神，炼神道，剑神合一。师姐，我的剑要承受不住了。剑神合一，神识为心，心安则成。你要稳住，剑阵期间心绝不能乱。左师弟，御剑先要御心。诺。左师弟修为不够，要快，不然剑阵就会崩坏。师姐，不行了，剑要碎了。剑道之道，全凭乎神，炼神成道，剑神合一。剑道之道，全凭乎神，炼神成道，剑神合一。剑阵不妙。哼，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着去救他们？法轮破了！法轮破了！糟了，剑阵要散了，已经有不少沙匪向那边汇集，莫师姐他们可能会落入敌阵。哼，还不是因为他拿走了左师兄的凌风剑。这情势，要不我们先撤吧？孬种，能撤到哪儿去？法海，我们过去。哎，出发前长老不是说了，遇到红粉之类的妖孽，属于内门的事吗？